歡迎大家翻嚟城市如何文化呢個 podcast， 我係余國烈。喺呢個 podcast 裏邊，我係會邀請唔同嘅朋友上嚟同我傾偈，喺唔同嘅角度嚟講，睇下一個城市裏邊嘅文化嘅唔同嘅呈現啦。咁今次呢係已經係停咗好耐啦，因為我哋上次有呢個節目呢已經係9月，咁我諗好多人覺得呢個 podcast 已經死咗啦，同埋停咗，咁所以我諗今日呢就係一個復活篇咁。今日邀請翻嚟嘅嘉賓呢就係 Vivian 嘅。Vivian 呢，我識佢嘅時候都係過去嗰幾個月，我諗我同Vivian 一見咗面之後呢，我就話不如錄個 podcast 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停咗啦。咁佢又忙啦，我又忙啦，咁樣所以呢，而家呢個復活篇呢，咁就Vivian 呢就翻嚟同我錄，咁我都約咗好耐。咁我介紹下 Vivian 先。Vivian 咧，我識佢嘅時候，唔係我識佢，到而家都係咧，即係綠惜地球裏邊嘅工作嘅。一陣間佢講多啲。咁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就係我同佢係出席一個叫做國家生態日嗰個場合啦。然後喺個場合裏邊咧，我講嗰啲嘢啦。咁跟住咧，完嘅時候咧，佢過嚟介紹自己啦，同埋話我哋可以有啲嘢可以傾下咁。因為我發覺咧，我覺得其實香港行山係一個文化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同一個人傾呢，就不如揾下 Vivian 上嚟同我傾啦咁樣。歡迎 Vivian。Hello，Louis， 你好啊！我哋約咗好耐喎。係啊，但係其實我哋又唔係認識好耐，即係唔認識好耐就見咗幾次面啦，又傾咗幾次偈啦。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好 ready 可以傾呢一樣嘢嚟嘅。咁我不如開始嘅時候問一個好闊嘅，你點答都得嘅問題。咁你可能要思考下㗎，對你嚟講，山係一件咩事啊？乜嘢係山？咩係山啊？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我屋企咯，係啊，我第二個屋企嚟嘅呢個係啊，咁就其實因為我自己即係畢咗業後嘅工作咧，就環保團體啦。咁其實所以我好最初期接觸嘅工作項目咧，已經係植樹。咁所以我好多時間係其實要喺個山嗰度嘅，即係由一個火燒完嘅廣東篤嘅山，我要將佢種，即係每一個場地我哋要種成1萬棵樹苗咁講啦，係啦。咁其實我哋就要將佢變成一個樹林，係咁，所以好多嘅工作喺上面，我成日都要去做 site visit 啦，要睇住啲樹苗嘅成長係點樣啊。咁另外我自己個興趣咧，亦都係行山。我細細個嘅時候，爸爸已經帶我哋去行山。係啦，咁我嗰時候都唔知，因為好細嘅啫嘛。係原來佢都睇翻啲相咧，去帶我哋去都幾遠嘅地方，去大浪西嘅。嗰陣時候啲交通好唔方便啊嘛，唔似依家咁樣你可以搭的士入去。咁佢已經帶我哋去一個好渺無人煙嘅水清沙幼嘅沙灘上邊係去玩啦，去行山啦，或者係去燒嘢食啦咁樣。係咁啊，慢慢唔知係咪種咗啲基因喺度啦。咁我自己即係後來即係大學畢業之後咧，其實再加埋工作啦，咁自己平日就會工作會上山，咁然之後咧放假咧星期六日咧又係會去行山，係啦，就會跟朋友啦，跟一啲行山隊啦，咁又係喺個山度嘅，係咁。所以你對於我嚟講咧，我就會形容咧，其實好似我第二個屋企咁，我花嘅時間可能除咗即係瞓覺嘅時間。喺屋企真正嗰個有瓦遮頭嘅屋企之外咧，其實我好多時間都真係喺個山上邊。咁聽你講，好似由細到大啦，或者去到你而家嘅生活裏邊咧，擘大眼就諗下，咦，今日會喺邊個山咧咁？都會㗎，即係會諗下今日去邊度咧咁樣。係啊，咁我講下我嗰啲對山嚟講係點樣？我唔係一個山人啦咁樣。不過我有一段時間有一個比較長嘅同山有關嘅經歷嘅。咁我小學5年班開始讀香港仔工業學校，係寄宿學校嚟嘅。寄宿學校嘅意思即係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早咧，都係喺香港仔黃竹坑啦。嗰度寄宿咯，咁佢有一個傳統嘅嗰啲寄宿學校，即係寄宿學校佢哋嘅傳統咧，就係逢星期三下晝咧就唔上堂噶啦，就冇 class 噶啦。逢星期三下晝咧就行山咯。哇，好開心喎！咁我寄宿嘅同學咧，小學部有100幾人啦，中學部都有100幾200人噶，咁加埋可以有300人咁左右啦咁樣。咁好多時咧，星期三下晝咧就全部一齊行山，咁睇下天氣啦，咁睇下當日點樣咯。我哋好多時都會行少則2個幾鐘頭啦。
長則3個幾鐘頭啦，好多就係由香港黃竹坑行去香港仔水塘咯，就最近嘅香港仔水塘就半個鐘頭9個字已經去到香港仔水塘啦。咁有時遠啲咧，特別啲咧，我哋試過行去赤柱啦，山頂好普通噶啦，即係由香港仔行上山頂係好普通嘅一件事。遠啲就去赤柱啦，去赤柱咧就探有個修道院嘅。有個叫做安貧小姊妹嘅修道院，咁有啲修女喺裏邊咧，就一世都唔會出嚟見人。咁去嗰個修道院啦，好記得嗰個修道院裏邊就佢啲修女咧喺嗰度做一啲養蜂蜜啊、蜜糖啊咁樣，去嗰度買嗰啲蜜糖嚟食咯。咁亦都試過，因為天主教學校啊嘛，我哋學校，咁又香港仔行去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咯。咁呢類咁樣嘅行，咁所以咧就逢星期三下午由學校後邊後山咧就可以行上去，即係香港仔郊野公園嗰度。咁就係有差唔多我就有5年嘅時間，就係個星期都係有一個咁樣嘅經歷咯，同一班朋友唔係一班同學又老師帶嘅，咁就去咯。好快樂。其實我覺得如果香港嘅教育即係依家咧都有個咁嘅安排就更加好。其實我自己覺得喺香港嚟講咧，香港人嘅其中一個幸福咧，就係我哋個個都係喺個山腳嗰度居住。你一定有一個靚嘅後山，即係我自己都打開個地圖睇過，除非你係啱啱住咗喺九龍嗰個哚位，即係可能係尖沙咀、油尖旺，係啦，就呢個係有啲難嘅。但係嗱，旺都冇問題嘅，旺角後邊已經係山嚟㗎啦。其實太子後邊咧，嘉頓山以後咧，其實就已經就可以上到去你好快已經係可以上到去麥理浩徑㗎啦。其實都係啦，即係荔枝角啊、長沙灣呢啲一帶更加係啦。其實明愛醫院後邊咧過一條馬路就已經係麥理浩徑嚟㗎啦。係啊，即係好快可以上到去。所以其實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其實係都可以，你嘅後山都係會好靚，同埋好容易係去到行山呢一個活動。咁所以咧就你會見到好多退休嘅朋友或者長者咧，其實佢都有一個晨運嘅習慣。咁晨運又係一個社區文化嘅一個好有趣嘅活動啦。咁樣係啊，佢哋自己每一個地區都有個小文化喺入邊咁樣。係咁，所以你話我見到你嘅時候，上次響8月份聽咗你個講座咧，咦係喎，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做環保團體咧，好多時候講行山咧就會由生態啦、環保嘅角度去入啦，但係其實我哋不知不覺咧都其實有好多文化嘅元素喺入邊嘅。唔同嘅活動可能係會有一啲即係一啲即係就算打招呼，唔同嘅時代我哋可能打招呼嘅方法都有少少唔同嘅喎，即係大家嗰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咁樣係，或者唔同嘅時候其實興嘅活動都唔同，裝束又唔同嘅，咁其實都幾得意喎。因為嗰個 topic 其實都幾闊嘅喎。我咧喺2022年嘅時候出咗本書啦，叫做《城市如何文化》。咁喺裏邊咧，我提出咧由4個角度嚟到睇文化呢件事。不如我哋今日傾嘅時候，由呢4個角度嚟到傾文化係點樣？但係我唔知我可唔可以講得晒，因為咧嗱，我都係小樹仔嚟嘅啫，喺呢個由你個角度嚟睇，我自己係個人嘅啫嚇。好多前輩啊，講行山歷史啊嗰啲，佢哋真係好犀利㗎。唔需要代表個界別嘅，咁講下自己個人嘅經驗係。因為我覺得文化係4樣嘢嚟嘅。第一樣嘢咧係信念同埋一啲價值觀，即係喺裏邊你有啲基本上面覺得乜嘢好，乜嘢唔好，乜嘢點樣做先至係啱，點樣做先至係唔啱，係有啲咁樣嘅價值觀喺裏邊。香港嘅行山，你嘅經歷得到嘅裏邊係有啲咩價值觀或者啲信念喺裏邊係香港比較特別嘅咧？我覺得香港比較特別啊。我唔夠膽講係啲乜嘢係啦，但係會有一啲我哋叫行山嘅習慣，會想做嘅，例如就係中意攻頂，中意企高，要贏嘅。攻頂係咩意思？係衝上去鬥快，因為越最高去。唔係，佢唔一定係快嘅，但係我就會想去到唔同嘅山峰上邊咁樣嚇。嗱，咁其實你會去睇，其實有時候全球嘅登山嘅運動咧，都會有一個咁嘅即係目標咁樣講啦。咁但係香港咧，因為可能我哋真係都好多山，一個咁細嘅地方，我哋有好多嘅山頂啦，係啦。咁其實就對於行山嘅朋友嚟講，
即係出嚟嗰時候嗰啲前輩，即係我啲叔叔啦嗰啲啦，已經係佢哋都好中意係去揾一啲唔同嘅山頂係去攻頂啦，叫做依家就叫 Q 標啦，係咪啊？因為上邊會有一個叫三角即係一個標柱喺度做一個測量嘅咁佢哋就會去到就係 Q 咗呢個標咁樣。咁呢個都係呢個未好似當呢件事係一個體育活動咁樣咧，即係有一個好可以自我挑戰咯。如果體育活動可能會有個比賽啦，如果比賽文化咧就真係咧近10零年前先係有毅行者出現啦，會有一個叫競賽活動啦。咁但係長時間都唔係話真係咁多呢啲長途嘅競賽活動嘅。咁直至一個叫做跑山嘅活動越野跑嘅出現呢，其實我自己觀察都係10零年前左右先開始，咁就比較多人真係去由個運動去入啦，或者係我哋競賽啦，或者係我形容有少少商業化，開始有啲商業嘅活動喺入邊出現咁，都其實係呢10零年，咁就令到咧就係更加多人係去轉變咗去玩呢一種嘅活動。我覺得個轉變係大嘅，去到近年，我覺得都係幾全球性嘅一件事。好多時野外啊嘅同有關嘅產品啊，喺個喺商場裏邊或者商業裏邊咧，都越嚟越受歡迎啦。咁我諗隨住過去嗰幾十年嗰個IT 越嚟越盛行啦，咁一啲傳統上嘅商業活動並不是已經唔係用著住西裝啊或者係套裝啊作為一個成功嘅標誌，反而係休閒啊或者係戶外服啊，都係有少少係喺個社會裏邊嗰個被重視個程度咧，其實都係高咗嘅，即係並不是話將你工作嘅成功，你都可以着住休閒服或者係喺野外嘅活動，我覺得越嚟越變成一個主流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活動喺香港嘅即係個發展咧，都同我哋嘅天然條件係有啲關係嘅。即係香港真係一個好幸福嘅地方，就係我哋有40%係郊野公園啦，即係受保護嘅地方啦。其實再加埋一啲唔係郊野公園範圍咧，其實我哋整體都有60%嘅綠化地帶嘅。咁所以台灣有位嘅即係物學家啦，就係阿劉克襄老師咧，佢寫咗一本書叫《3/4的香港》，就係形容我哋其實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其實我哋有3/4嘅呢一個部分都係一啲綠化嘅地方。咁我哋咧就響個歷史落嚟咧，就係響70年代，我哋有一個規劃，就係郊野公園再加埋有一條叫長途遠足徑，就叫麥理浩徑。咁麥理浩徑咧，佢嗰個規劃咧，其實咧係有一個連接性。70年代係咪啊？如果麥理浩徑咧開咧就係79年，係啦，差唔多都接近50年啦，係啦，都係咪啊？數翻79年梗係有50年啦，差唔多係啦，40幾歲係啦。咁其實咧，佢個設計嗰度咧，其實係有一個連接性嘅，係由東去到西100公里，你可以唔落翻去城市嘅，係啊。呢一個設計同我諗你都去外國一啲地方，你知道佢嘅有唔同嘅依類嘅遠足徑咧，同嗰陣時係咪外邊都興㗎？因為好多時喺西方當時即係70年代殖民地時期裏邊，好多時都係由一啲外邊嘅或者英國啊嘅概念啊，對於大自然啊郊野啊嗰個概念係帶嚟香港嘅。呢個都真係同我諗嗰陣時候係英國殖民政府咧，係佢哋中意花園啊，係一啲大自然係都幾有關係嘅呢一樣嘢係。咁所以點解麥理浩徑係用我哋之前港督嘅名字係去命名啦？咁係啦，咁佢其實因為佢呢一個嘅連接性嘅關係啊，所以變咗你有一個長途咯，係啦，咁你可以唔落去城市都可以就咁一氣呵成係可以完成呢一個100公里，咁變咗嗱以前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訪問過郊野公園之父阿黃福儀博士啦。黃福儀博士就係前漁護署嘅助理處長啦，佢係見證住郊野公園同埋麥理浩徑嘅設立嘅咁樣。咁佢都有分享翻，其實當初唔係諗住攞嚟比賽嘅，係啦，係希望係能夠將一啲好靚嘅有康樂價值啦、有景觀價值嘅地方係啦，作為一個連接。係咁當然有個生態功能喺入邊，因為動物都要
由呢個地方去隔離嗰個地方，其實如果你全部都係用馬路斬開嘅話，其實對於個生態嚟講係好破碎嘅。咁所以呢一個都入邊背後有一啲嘅保育嘅理念喺入邊。咁但係去到今日康樂活動嘅話，對我哋嚟講就係因利乘便啦，真係。原來有一個100公里嘅完全唔需要落翻去城市，唔會斬開嘅一個長途嘅遠足徑，咁佢就可以進行啲好多唔同種類嘅活動喺嗰度啦。即係話我哋由細到大都係講行山噶嘛，咁而家就多啲係跑啦。多咗咯，呢個係啦。仲有細個，仲有一個郊遊活動係好受歡迎，依家就少咗人做嘅。咩啊？你估係乜？你細個應該都會有去過嘅。咩啊？咪即係燒嘢食咯，係咪啊？係啦，係而家少人燒嘢食喎，係喎。點解咧？係咪拆咗啲爐啊？唔係爐，反而就冇拆到，反而依家政府部門咧就諗其實啲燒烤爐少咗人用，會唔會將佢轉成一啲其他用途，例如露營營地啦？因為依家多人中意露營。係喎，點解燒烤少咗咧？由細到大，我覺得行山就等於燒烤啊嘛，咁就要買炭啊，買網啊，咁跟住醃雞翼啊，咁樣吉下咁樣。唔知係咪天氣熱咗咧？即係你可以研究下，你研究下真係㗎，真係少咗。我以為係政策嘅原因拆咗啲爐。唔係。你話啲爐本身仲喺度，因為有一段時間，我相信。但生晒野草咯，有時候即係冇人用咯。我如果睇翻郊野公園嘅設計嚟講，即係我諗最開始嘅時候就係我諗係俾香港嘅青年有一個可以發泄自己嘅精力啦。同埋我甚至有聽過，即係喺即係70年代嘅時候，即係開始香港有啲青年嘅政策嘅時候。俾啲活動佢啦，咁誒大會堂啊，咩即係康樂功能係好青年舞會啊，咁同埋行山啦。而行山裏邊做乜嘢咧？就引導佢哋咧，就有發明嘅呢個巴別橋呢件事。港式巴別橋有佢自己嘅形式，有佢自己嘅禮儀嘅，有佢自己形式，即係透露係點樣透啊？咁樣裏邊即係個網啊，啲炭係擠上邊定擠下邊啊？喺上邊點樣整？即係港式巴別橋同外國可能有少少唔同咁樣。我有喺 somewhere 睇過係個。設計郊野公園嘅時候專登嘅，係有啲咁樣令到佢哋就除咗行之外，仲可以做到第二啲嘢。而家係少咗。係啊，即係中意燒烤嘅人係少咗嘅，係啦。行山都係最主要嘅活動嚟嘅。係喎，你咁講係。係啊，咁樣。咁呢個都係文化嘅改變咯。即係話我哋行山而家就係行山啦，或者好似你頭先最開頭所講多啲人跑啦，或者係露營咯，露營都多咗。露營多咗係啦，尤其係因為內地咧本身咧，即係佢哋係冇露營場，即係冇過夜嘅露營場，咁變咗依家嘅一啲嘅內地嘅行山嘅朋友咧，中意嚟香港就係因為可以露營。我覺得有多樣嘢嘅，以前冇嘅，而家有咪打卡咯。打卡文化係啦，打卡其實即係大家打卡得㗎啦，唔使燒嘢食啦。係呢個係社交平台、目的咯，社交媒體平台咧，其實就係真係對於個行山文化都有幾大嘅影響嘅。以前我哋睇有邊度去行山咧，就會睇行山隊嘅即係嘅季刊啦。咁然之後佢哋就會出行山嘅行程，然之後嗰啲咧咩不設殿後啊、量力而為啊，呢幾句一定係見到㗎啦。行山團啊，係啦，咁就或者登報啦。咁依家就唔係啦，依家你可能上網睇資訊啦，咁另外就亦都可以打卡將佢放響你嘅個人嘅平台上邊，係去話俾大家聽我去咗邊個地方，我尋幽探秘嘅我成功地去某一個位置咁。以前咧就要啲前輩要出書嘅，係啦，即係探奇嗰啲書啊，即係去揾一啲好奇岩異石啊，跟住去挑戰啲海蝕洞啊，跟住就會出書，係啦。咁依家就唔係啦，可能好快就即晚已經係放上去平台上邊就大家分享啦咁樣。我覺得呢個多多少少變成一個表演咯。表演你去到邊度啦？你攻頂啦，即係喺上面望落嚟嘅情景啦，或者越嚟越多人挑戰啲難度好高嘅危險嘅，即係近嚟好多新聞啊，即係去即係好危險嘅地方啊！我諗呢個都同埋衣着會唔會唔同咗咧？衣着輕量化咯，依家係啊，以前就即係好即係其實我有時候睇翻我阿爸啲相，我阿爸咧嗰啲黑白相咧，其實係大約係70年嘅，係啦。輕量化咩意思？佢哋都係着翻重裝啲嘅咩？恤衫
西褲咁樣，係咩？扯布褲啊、恤衫啊咁樣，係啦，好靚嘅喎。有時候我覺得哇，點解好似拍電影咁樣嘅？係啦，係啊，謝賢咁，係啊，一陣俾你睇一張相啊，你都覺得哇，咁我老豆好似馮水帆咁有可以型嘅咁樣，可以有啲相應該可以即係翻後。咁咧就咁，但係依家咧就大家慢慢，即係我自己講緊10幾年前行山嘅時候咧，都冇咁輕量化嘅，係啦，即係可能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厚身啲嘅行山褲，因為要保護自己嘛，你唔好俾啲野草界傷，唔好有蜜蜂針到你都有得隔下咁樣啊嘛。咁但係近年咧就大家乜嘢都係要輕身嘅，你個背囊都好輕啦，即係依家以前就係可能係一啲扯布嘅背囊啦，咁依家咧就會係一個啲跑山好薄薄嗰啲即係仲要快乾料嘅背囊，連背囊都好講究，都貴㗎，係啦。咁以前用水壺啦，即係我啲前輩年代係軍用水壺啦，咁當然我都冇呢啲啊，我嗰陣時候已經過去咗呢年代，都係用膠樽啊、膠水壺啊咁。咁依家就大家就係一個水袋，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如果響重量即係嚟計咧，其實都係我哋依家叫輕量化嘅時代咁樣咯，大家鬥輕咯，係啦，鬥裝備就鬥輕啦，依家就呢個都係唔同咗，呢個都係唔同咗。係啊，咁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嘅香港嘅行山嘅風格啊？風格其實有樣嘢咧，其實我呢個我都係聽翻我啲外國嘅朋友嚟香港咧 feedback 翻俾我嘅，因為有時候啲嘢習慣我哋你唔覺得特別？唔覺得特別化。佢話我哋好中意咧，就係見到其他行山朋友會打招呼，佢覺得呢樣嘢好好，係啦。咁會 say hello 打招呼㗎啦，係嘛？唔一定嘅，唔一定嘅。行山會打招呼喎，係啊。係啦，會 say 會講 hello 啊，你好啊。咁我跟住我就有少少，我話其實我都有個小觀察咧，就係我哋咪大約響20年前度咧，其實咪郊外咧好多 II 㗎嘛，非法入境者㗎嘛，會打劫㗎嘛，真係。咁我哋行山係即係都驚驚地㗎嘛，即係一定係要結伴同行㗎嘛。如果唔係，你會有機會即係被打劫啦咁樣。咁我話其實點解我啲前輩教我一定要去打招呼咧？就係知道其實佢係唔係本地人。哦，係咩？有呢個喺都有呢個咁嘅功能喺嗰時出嚟嘅呢啲咁樣嘅傳統。因為通常大部分 II 咧都係可能係外省嘅朋友仔偷渡過嚟嘅咁樣，係啊，咁佢唔識講廣東話嘅。咁如果你同佢打招呼嘅時候，佢係唔識應啊，或者係講嘅時候係唔係純正嘅廣東話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小心一啲啦咁樣。我都覺得喺行山嘅時候打招呼仲多過我搭 lift 嘅時候打招呼咯。係冇錯冇錯，真頭先落嚟嘅時候搭 lift 嘅時候有個人同我打招呼，我覺得好得啊！你點解同我打招呼？係啦，喺山度咧，行山係預咗會講早晨啊，會講 hello， 係呢種精神係入到即係上到山嘅時候會覺得係起碼要。係啊，冇錯，呢個都幾溫暖嘅。其實上到山點解我成日都覺得好似個屋企咁咧？就算你識與唔識咧，其實嗱依家當然就個山度冇 II 啦，已經係。即係都好，即係相對比較好安全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就我哋都依然保留咗呢一個打招呼嘅文化，就係有一種係隨時都能夠揾到協助。即係個山度始終有唔同嘅風險啦，可能係即係唔舒服啊嘅時候，唔夠水嘅時候，你都咦頭先我同即係我同邊個打個招呼，我可唔可以問佢借嘢咧？或者係咦我望住一個叔叔自己一個人嚟行山喎，其實我哋都會望多兩眼。我有啲朋友會主動去提供協助嘅，可能佢揾路啊都會去問佢你其實想去邊啊？如果你咁講啦，我覺得我細個有咁嘅經歷。細個嘅時候，有一次同朋友去大嶼山行山咁樣，有一次行10幾個朋友咁樣咧，一次經過側邊係一啲即係斜落去嗰啲樹林啊、叢林啊咁樣。咁有個朋友咧行前邊咧，佢話佢眼利喎，見到下邊有個阿婆坐咗喺下邊啊。原來有個阿婆咧，佢好似早即係跣咗落去下邊嗰個叢林裏邊咯。咁跟住我同一班朋友咧，就扶翻佢上嚟咯，跌咗落去成20尺啊，20尺啊，咁喺裏邊咯，咁我哋就扶翻上嚟，佢話唔該啊。佢一個人係咪？係一個人啊，喺裏邊，即係嗰陣時係冇手提電話嘅年代喎，冇手提電話嘅。我諗如果冇手提電話，咁佢又爬唔翻上嚟，咁點？佢已經冇嗌㗎咯喎，咁樣。
係啊。咁我好記得呢個係我即係當然係廿幾年之前嘅一個咁樣嘅經歷喺度。咁我覺得真係山裏邊有唔同嘅危險啦。係啊，咁但係山亦都係一個好守望相助嘅地方嚟嘅，即係響我嚟睇嘅，係啊，即係大家都真係一個互助。咁近年少少變化啦，因為始終多咗遊客啦，係啦，人多咗啦，哇！你打招呼都打到口乾啊，有時候都係啊，咁同埋都係兩文三語噶嘛。咁都冇關係嘅，其實我哋去到外國行山，為用一啲共同語言咯，係啊，咁其實都語言喺個山度從來都唔係一個隔膜嚟嘅，係啦，真係從來唔係隔膜。不過就變咗有時候都多咗啲朋友仔，佢冇準備上到去，初頭啲朋友都覺得哇，真係要去幫下啦，勸導下啦，跟住都講到已經覺得大家哇，真係口都乾啦，已經咁多係啊，即係。點解你5點鐘都仲要去嗰個山度咧？咁樣係你其實你有冇逼過彌敦道噶嘛？有時係啊，當然有係啊，你冇可能打招呼㗎，你已經係排緊隊到尾嘅，點解前面塞住咗啊？咁樣仲想問下我，你頭先講開燒嘢食啦，咁樣即係以前啫嚇，喺裏邊食一餐係一件可以係豐富嘅事。咁而家係咪對於食物啊喺裏邊都輕量咗？唔係好着重喺裏邊大家圍埋你都食好多嘢咁樣？都唔係㗎。咁當然睇下你個活動係乜啦。如果你係行山嘅話咧，咁咧就如果行山隊就以前都其實都係嘅。你可以咁講嗱，如果行山嘅話咧，以前可能會豐富啲，因為啲行山隊我自己 join 嗰啲即係隊咧，其實啲師兄啊孭啲嘢上食，佢會孭上去㗎。譬如話真係會孭燒肉上去咁樣啦，係啊，大家依家就真係少咯。而家大家都。呢一個部分係放輕咗，好似你頭先講嗰種輕型化啦，都係希望係輕裝嘅咁樣行，咁樣行最多咪落翻山先至咩咯？係，但係多咗一個活動叫野炊咯，依家即係野炊係咩嚟㗎？野炊即係響野外度煮嘢食，好專啊！玩到啲人好誇張，即係響個野外度烹飪係要露營嘅。唔一定㗎，你一日過即係孭晒啲 gear 上去咁樣。係啊，即係你當然喺合法地方，因為你開火一定係響燒烤場啊，可以生火嘅地方。喺上面即磨咖啡咁嗰隻啊？可以㗎，係啊。有呢隻咁好專喎呢類。係啊，或者係即係一啲焗啊，即係焗蛋糕啊，係啦，煎 pancake 啊，燒雞啊。要咩電咯？其實我冇玩呢個活動，但係我有時候睇啲片咧，佢哋係即係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可能係去同埋亦都會去諗一種點樣去好輕量化地、好簡單地，但係又焗到隻雞出嚟咁樣咯。頭先你講即係專門化啦，咁好可能喺山上面發生嘅事，有啲人都因為專門嘅唔同嘅原因上去嗱，你頭先話有啲煮嘢食啦咁樣，咁有啲人去越野單車算唔算啊？越野單車都係一個即係都係比較特別，係啦，多咗呢一種係啦，即係某一啲人特別去做啲唔同嘅嘢。係啦，咁就所以香港都開咗越野單車徑嘅，係啦，咁就因為有人有個需求啦，咁所以喺即係香港嘅一啲嘅行山徑上面嘅規劃咧，其實你都跟住大家嘅大眾嘅喜好咧，而係有啲嘅轉變。亦都係當然都有人睇星啦，有人睇咩昆蟲啦，睇樹啦，睇菇菌類啦，嘅唔同嘅群組啦，有好多唔同嗰啲咁樣嘅，即係分得好細嘅一啲專門嘅群組喺個山裏邊嚟去做。冇錯，係啊，咁嗰啲就一般嘅行山徑咧。總之你保護到個生態咧，大家就可以進行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生態考察啊，或者係一啲物種嘅考察嘅活動。係咁，所以最重要就係你要保護嗰個嘅棲息地咯，係保護個樹林咯。咁你頭先講嘅昆蟲啦、菇菌啦，咁如果你諗下，如果我山房光禿禿嘅話，其實嗰啲嘢一拼都冇晒嘅，係你要儲好多年先會翻到嚟咁樣。去到呢度咧，我係想有一個新嘅方向傾下。香港人對待山嘅態度係覺得個山係為我所用啦，即係話總之係俾我用嚟做到我想做嘅嘢啦，方便我啦，保護我啦為主啦，抑或對於嗰個生態嗰個尊重啦，同埋叫做共存啦，呢一樣嘢
其實總有一啲時候會有矛盾噶嘛。冇錯，因為你方便我嘅時候，咁我咪見樹斬樹，見路開路咯咁樣。或者方便我嘅時候喺上面就可能要多啲其他一啲都市社會要有嘅基本嘅嘢，要再方便啲啊咁樣啦。路係點樣，或者唔同嘅設施係點樣，或者係講到點樣恢復翻嗰個地方啊，或者係我哋之前傾過啲石屎路同埋一啲自然啲嘅山徑嗰一樣嘢。咁呢個嗰個心態，以前你經歷過嘅嚇，有咩唔同咗啊？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我由入行去到依家啦，我都超過20年啦。其實即係行山都見到超過20年啦。咁其實大家嗰個環保咧、保育嗰個意識係你見到係真係有進步嘅。係啊，咁就你頭先所講形容即係呢個地方去滿足我自己個慾望，我哋叫消費大自然啦。即係消費大自然嗰個心態咧，其實咧係真係，如果係行開山嘅朋友咧，係嗰個群落咧，其實係越嚟越好嘅。即係佢都知道覺得啊，原來有個樹林喺度，我去保護翻呢度嘅棲息地，我自己又行得舒服，係啦，我又多啲嘢睇。因為好多嘅景觀其實就係嚟自你嘅樹、你嘅山、你嘅海，其實係一個組合嚟嘅。係你條山徑唔係石屎嘅話，係一個天然嘅山徑，本身你影相都靚啲。係啦，咁所以大家其實無論喺嗰個舒適度啦，無論係你嗰個景觀嘅我哋嗰個叫做行山嘅體驗啦，其實大家係由個經驗係慢慢承傳落嚟，就知道其實保育嗰個重要性喺邊度。我覺得呢個係個價值觀嚟嘅。個價值觀就係以我為我所用，即係以我為主嘅，梗係人嘅舒服最緊要啦。譬如話有時對於昆蟲同埋動物嘅態度啊，嗰某個地方係好多蚊嘅，或者係本身係一啲動物或者係昆蟲棲息嘅地方嘅咁樣。咁我覺得我哋但係我哋而家人要行去呢區嗰度，咁其實你阻住我定我阻住你呢？咁呢個態度都係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冇錯。咁但係近年呢，就我諗特別係其實我哋都2次嘅疫情呢，其實都令到係即係有個少少嘅轉變，就係多新手入去山。係啦，即係好多一啲以前唔行開山嘅朋友，係其實呢啲嘅轉變咧，嗰個保育嘅教育咧，其實係慢慢儲出嚟嘅，由你嘅經驗啦，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教育嘅功夫喺度儲出嚟。咁但係由03嘅疫情之後，去到我哋依家 Covid 嗰個之後咧，其實你會見到好多我哋叫唔接觸開大自然嘅朋友咧，係一窩蜂咁樣去上山，就咁咪好事咯。利用翻係啦，嗱，如果喺教育嘅角度咧，我入行嘅時候咧，就會成日都覺得，真係要帶多啲人去接觸大自然。你唔接觸就唔認識，係啦。咁呢個係好矛盾嘅，但係咧，你發覺全部一窩蜂咁樣去，然之後就帶住一啲叫城市便利嘅心態，去消耗呢個地方咧。咁你有見到咧，就係極速消耗啦。咁但係大自然咧，就係一個地方咧，就係你破壞咗佢。佢唔係唔恢復，不過佢要好耐好耐嘅時間。即係我哋見到嘅好多嘅樹林啊，譬如話樹林，其實香港嘅樹林歷史，其實我哋打完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咧，香港幾乎所有嘅樹林都冇晒嘅。係，我見過啲相啊，完全光禿禿嘅。我見過啲相啊，佢話係因為打仗嘅時候咧，甚至喺斬樹嚟到燒柴啦。冇錯，其實係用咗好多，令到所有我見到好多山其實係你見到啲植被圖咧係得好少嘅啫，跟住其實真係冇咁就全部都係光禿禿嘅。而我哋而家見到嘅山林嘅綠化咧，唔係自然生翻出嚟嘅，係積極的綠化同埋植林嚟到做出嚟嘅。所以係要積極嘅人工綠化，然之後再加埋一個自然嘅演替，自然演替係啦。佢即係你開始有啲樹林，就會有雀仔嚟噶啦嘛，有動物嚟啊嘛，就會一路帶種子，而唔係自動自己生翻出嚟。就真係唔係自己即係 day one 咁樣變翻出嚟。咁所以其實呢啲其實你見到需時好長嘅，成個植林歷史咧，你冇翻幾十年咧，你係冇嘢睇嘅。係啊，咁如果我哋今日又翻轉頭一啲地方就咁破壞咗佢，又翻去光禿禿，咁你諗下人生有幾多個幾十年再等翻佢出嚟啊？
係啊，唔係話一時三刻係出到。咁所以其實我哋依家做緊一啲保育嘅工作，就係我哋就係想話俾大家聽，你一時玩樂，可能一下子係啦，嗰個對於個樹林一場山火燒咗去，唔係話春風吹又生。其實呢啲咧就係你頭先問有咩轉變咧，就係以前春風吹又生咧，永遠都存在嘅。呢5隻字覺得大家以前覺得喂唔緊要啦，我轉個頭乜嘢都生翻晒翻嚟，但係只不過生草啫嘛。係啊，其實唔會生翻嗰啲樹出嚟。響我哋睇咧，就係嗰啲又係燃料。依家氣候變化好犀利啦，天氣好乾燥啦。如果一個小火頭嘅話咧，仲易着火。其實我哋係要一個山嘅生態，係啦，一個生物多元嘅一個棲息地，慢慢出嚟，嗰啲先係對我哋嚟講有價值啊嘛。所以唔燒嘢食真係 OK 嘅，真係好噶。如果係咁睇，你燒嘢食就好多火種噶啦嘛。咁燒嘢食，因為大家都係響翻，其實香港人都幾乖嘅，因為有啲規矩咧就嗱，如果響嗰個燒烤場先可以燒嘢食，就喺燒烤場。咁燒烤場已經係設計好，佢係同嗰個樹林有相隔噶嘛。嗱係啦，嗱如果你亂去即係一啲唔係指定嘅地方露營生火，咁嗰啲就真係風險啦。嗰啲係啦。呢度都係嗰個價值觀嘅改變，但係我覺得都會有個矛盾點嘅，即係你做好多同山徑有關嘅事啦，咁啲人會話：哇，你咁絕對，咁你連山徑都唔好起啦，咁你山徑都係喺個山裏邊即係割開一條路出嚟，咁出嚟啦，咁你點睇咧？點樣可以有一個即係同自然比較friend 啲嘅山徑？好啊，不如我講講點解我會推山徑保育呢件事。因為其實咧就我都係16年先開始即係去諗呢一個項目嘅。咁之前咧都有見到一啲山其實都好難行。例如我其實好上心嘅一個山咧就係西貢嘅蚺蛇尖。西貢嘅蚺蛇尖咧，其實係一個香港3尖嘅山啦，即係佢好尖嘅，山形好靚。咁好多外國嘅朋友話：日本人嚟到咧，簡直覺得呢個係一個世外桃源，係啦，因為企喺一個咁尖嘅山上面，望住香港最靚嘅4個水清沙幼嘅沙灘，係非常之靚。咁但係因為太多人用啦，同埋之前都有一啲即係跑山嘅活動嘅比賽喺上面做，咁所以佢咧就係又加上佢咁斜，水土流失一出現咧，跟水就會大雨跟住你嘅腳步向下流，跟住就會沖散咗嗰個地方。咁你會見到，哇！蚺蛇尖點解越行越難咁樣？咁嗰陣時候就諗，其實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做？咁16年咧就喺香港咧就出現咗一個專列點嘅，就係民間出現咗一個叫做郊遊徑石屎化關注小組，就由一位越野跑嘅精英，就係曾小強先生成立。小強啦，你係都應該認識佢啦，係啊。咁佢咧就係佢之後去跑山噶嘛，跑長途噶嘛，咁佢哋真係大戶啦，經常用嘅行山徑嘅人啦。佢發覺哇，點解香港啲山徑石屎化得咁緊要嘅咧？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將兩件事放埋一齊，嗱，我哋有啲嘅活動變咗有兩件事你講，第一件事咧就係關於石屎化，即係用石屎嚟去做山徑；另一種咧就係話你頭先講蚺蛇尖咧，因為太多人行，令到個山爛咗。冇錯，兩件事啦。咁兩件事好嗱，咁喺管理部門嘅角度就諗，你哋多人用、多人損耗。咁呢係會必然發生嘅喎，係咪先？好自然喎，嗰個地方又夠多人用，咁咪嗰條佢行嗰地方咪越嚟越闊咯，咁咪多啲地方俾人踩到。咁係咪要做一啲修建？係咪先修復啊？因為佢修復嘅方法係用咩方法啦？冇錯啦，咁就開始有呢一啲嘅討論喺入邊啦。咁我哋就自己就即係當然就 promote 希望係用天然嘅材料啦，一個叫手作步道嘅方法。咁其實手作步道嘅方法咧，響郊野公園嘅管理部門咧，原來一路都沿用呢一個方式嘅。只不過市民咧，甚至我響做呢一個嘅項目之前咧，我自己都冇特別去留意究竟手作步道即係點樣啊？有啲乜嘢嘅山徑嘅維修嘅選擇？手作步道咧，即係利用翻天然嘅材料，石頭、木材。係去修建爛咗嘅行山徑，或者去興建一條嘅行山徑咧，係俾大家係去用嘅，係啦。因為有好多類唔同嘅行山徑嘅，行過山都知唔同嘅部分有唔同嘅材料啊，咁做出嚟。有啲咧就好似係因為多人行而行出嚟嘅，佢本身係泥嚟嘅，而落雨嘅時候就好跣嘅。有一種就係，有啲咧就有一嚿石頭，好似有人砌過出嚟咁樣嘅。亦都有啲咧就係用啲一
嚿嚿嘅圓嘅樹木啦，咁啊切開一段段咧，愛嚟係原木嗰個好似一個叫做係啦一個級咁樣。呢啲係有啲唔同嘅風格係咪？係冇錯，係喺香港嘅話咧，就其實即係郊野公園管理部門咧，其實佢自己有前線嘅維修隊，同埋係山徑手作步道嘅建築隊喺度。咁所以從來都有，係啦，係從來都有喎。其實我諗 Day One 70年代嘅時候用咩方法做啊？就係用就係呢個方法，就係砌，就主要係用大石為主嘅，砌石頭。用石頭係啦，好大好大嘅。用石屎啊嗰啲。石屎咧就慢慢之後就有啦。開頭係唔用石屎，用石頭嚟到砌，用石頭砌嘅，再揾泥嚟掹出到嚟。有啲似古道咯，即係如果你見到一啲村落嘅古道咧，其實我哋好多嘅行山徑咧都係以前村與村之間嘅一啲嘅通道嚟嘅。嗰啲係石頭嚟嘅，唔係石屎。咁以前嘅村嘅古人啦，我叫做係啦，咁佢哋咧就冇石屎呢樣嘢㗎嘛。咁佢哋咧就會用一啲大石拼大石嘅方法。就用一啲傳統智慧係去拼咗一條通道出嚟嘅，咁就所以咧其實我哋郊野公園係啦，呢個係傳統嘅手作步道。其實香港一路都有嗰啲百年古道咧，其實都係依家你去睇翻咧，其實100年都完好無缺嘅。其實啲工藝係非常之手工優秀，係啦。咁就部門咧就郊野公園嘅部門其實都有。係呢一種一路承傳緊，去到今日都係承傳緊呢一種工藝。不過後來慢慢就有石屎呢件事啦，有水泥啦呢樣嘢，咁啊會可以慳人手啦，係啦，方便一啲啦，同埋係如果響郊野公園之外嘅範圍咧，其實咧就唔係漁護署管理嘅。即係我頭先一路講嘅郊野公園嘅部門就其實漁護署管理，就其他嘅工程部門係啦。咁其他嘅工程部門咧就冇前線嘅手作步道嘅師傅團隊嘅，咁佢哋就去外判工程嘅時候咧，就如果係用水泥、石屎嘅梯級啊、道路啊，外邊嗰啲工程公司就做到啦，佢識做係啦，同埋你可以方便驗收啦。有啲係山邊啊，或者係啲山。即係嗰啲市郊嗰啲屋村範圍，有啲地方就連住一啲好似一啲郊野嘅範圍嘅，比較多呢類咁樣嘅石屎。係啦，即係近如果近後山啦，即係譬如連接呢個社區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叫鄉郊通道，因為鄉郊嘅話，你方便村民出入，可能佢要拉車仔啊。即係好多係由市區進入郊野公園嗰段路，好多時係咁樣。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咧，就呢個嘅一啲嘅水泥石屎咧，佢咧又將佢慢慢咧就普及咗咧，又放咗上山上面。咁所以咧就16年咧開始咧就去到個位置就，咦好多行山嘅朋友好似阿小強咁樣就係覺得，喂太多啦係嘛？因為咧石屎路咧好硬啦。其實大家行得多咧，其實係即係呢啲係全部都係嗰啲科學即係運動科學嗰啲數據有晒嘅。你係咁撞啲關節，其實係會行到好痛啊！咁所以大部分人唔中意行嘅，又硬又熱咁樣。咁佢哋咧就會喺隔離自己開路，係啦，就唔用你嗰條路啦，就自己闢一條行山路出嚟。邊個佢哋啊？行山人士咯。自己做一條路，就喺水泥路隔離，專登佢行變咗水泥路就係水泥路，行山人士咧就喺側邊行一條路，冇錯啦，咁你嘥咗個位咪即係嘥咗個工程咯，係啦，即係我哋叫做符合唔到人嘅需要喺入邊啊，就會見到有呢啲咁嘅現象嘅。自動唔行水泥路，係啦，咁啊隔離咪有水土流失咯，即係你其實你係修建咗處理咗 A 呢條嘅水土流失，但係會製造咗 B 另外一條水土流失嘅通道出嚟，咁就當然就其實。好多一啲嘅水泥工程，佢運料上去咧，佢又要開一條側邊要開一條係推車仔嘅路啊咁樣。係啊，嗰啲車要上去嘅咁樣，咁其實都幾大嘅破壞嘅，咁對個景觀亦都唔好睇啦。其實水泥同個大自然其實唔融合咧嗰個景觀，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喺嗰陣時候出現。咁我自己就覺得啊，其實即係民間會有一啲聲音啦。咁嗰陣時候政府部門亦都諗，點解其實我整得工整有啲咩問題咧？係咪先？係啊，呢個都係我嘅部門責任嚟㗎嘛。對佢嚟講，安全工整係安全啦，係啦，同埋容易維修啦。你唔會咁容易沖爛啦。咁你好多人行完之後，佢都可以完整無缺啦。係啦，咁嗰陣時候咧就帶住一個其實有咩啲方法又可以自然啲啊？我哋入去多人用就會發生㗎啦，呢件事都。靚正啊！對工程部門嚟講。係啦，咁但係唔用石屎唔做梯級又得唔得咧？可唔可以救下個蚺蛇尖咧？咁樣。係。咁我就即係最個初心就係諗呢樣嘢有冇啲嘅方法
我用蚺蛇尖做一個為例，可唔可以真係揾到一啲方法咧？咁當時咧就16年咧就即係漁護署都見到咁多即係民間嘅朋友仔市民即係反映翻唔想要咁多水啦，其實少喎。咁但係佢又有管理挑戰，因為人真係多。同埋大家用嘅方法咧，有時候跑山啊，其實對個山徑嘅損耗都會快一啲嘅。咁佢就覺得大家溝通啦咁樣，咁所以就開始咧就有一啲叫公眾嘅手作報導嘅工作坊就出現，係啦，咁就可以即係佢哋就派前線嘅師傅就教大家去體驗一下點樣去興建啊維修一條嘅行山徑，咁從中咧入邊大家去了解究竟點解個水土流失咁嚴重，同埋係究竟個管理挑戰喺邊度？係一啲義工活動嚟嘅。義工活動係啦，咁意思係體驗活動，一方面係體驗，一方面係訓練，一方面都係慢慢推廣一個價值觀。啱啊，係啊，可以咁講。價值觀就係乜嘢為之一個靚嘅山野？冇錯，郊野美學。係啊，我覺得係美學嚟嘅喎，因為你如果你純粹同佢講功能咧，其實即係拗到底都仲有得拗噶嘛。咁佢又平又正咁樣。因為唔同嘅人對於個功能嘅要求都唔同噶嘛。咁係啦，一定會牽涉到美學嘅。喂，咁樣唔靚喎，咁樣你畫一條咁樣直嘅直線出嚟，直線係靚定唔靚咧？喺個山裏邊，因為大自然係冇直線噶嘛，咁樣或者係冇梯級噶嘛，咁嗰樣嘢係要點為之叫做美學上係配合到，令到唔會咁醜樣咧？咁呢啲即係要討論埋嗰一樣嘢咯。係啊，所以但亦都係要慢慢大家係去觀察多啲咧，其實係真係儲出嚟嘅。咁嗰陣時候係我自己覺得係好有趣嘅，都開眼界。譬如話因為大家。譬如話好似漁護署咁，佢都會邀請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專家嚟分享，係究竟響另外嘅地方係其實你係點樣去管理？咁我第一次接觸叫可持續山徑嘅一個概念啦。就17年嘅時候，就係16至19都係我學習嘅年份嚟嘅。因為我真正開展呢個項目其實係19年，係啦。其實嗰幾年咧就係由零開始，慢慢自己學下先，係啦咁樣。咁可持續山徑咧就係。你能夠點樣透過一啲嘅良好嘅管理，係令到你嗰個地表係即係你條山徑啦，係能夠係支持到你預期嘅用途，但係唔會對側邊嘅自然環境係帶嚟個影響，或者係減到去最低。咁就透過幾個方面嘅，一就係規劃，你點樣去畫你條行山線。直上啊，定係 S 啊，類似呢個即係簡單嘅 S 啊咁樣。S 可以緩水一啲，S 就可持續個直線。冇錯，係啦，直線咧就如果一水流落嚟咧，就好容易就會引發更加大嘅水土流失。S 就會我行嘅時候可以唞下咯，嗰個人就舒服啲。係嗰個 slope 冇咁直咯，但係辛苦咯。呢個亦都要行山嘅朋友仔咧，係去習慣一下，但係鬥快嗰啲人咪中意直線咯，冇錯啦。我話啲人點解中意攻頂，同埋佢哋係中意直線攻頂嘅。係啊，如果你條路係彎曲嘅話，佢都會唔理你條彎曲嘅路，咁佢見到個目標喺度，一條直線。冇錯啦，就會出現咗啲 shortcuts 啦。見樹就拱樹，見咩咪自己踩條直線出嚟咯。我見過有啲地方係咁樣嘅，你嗰條路本身係彎嘅，但係有一個 shortcut 咧，就啲人俾踩到變咗一條泥路出度。冇錯啦，係啊，冇錯。我哋係推動咧，就係依家咧都會有呢啲嘅教育工作嘅，就係喂你係。大家即係譬如話你係一個競賽，特別喺一個競賽入邊咧，好多就係大家要鬥快啦，咁就所以就會 cut 咗出嚟啦，係啦，咁唔該體育精神啦，呢啲係啊，咁同埋係其實佢嘅設計係有功能嘅，就係希望有啲水能夠喺個彎位度咧，就係射出去，盡快離開條山徑，唔好一路衝爛嘅。即係話，如果喺香港越嚟越多落雨啦，咁嗰啲落雨喺個山裏邊，如果個山裏邊有一條直線嘅咁樣嘅步道或者梯級嘅話咧，佢就直線好快速咁樣衝落嚟，係加速咗水土流失。而一個彎嘅步道反而喺裏邊可以唔會咁樣耐啲嘅，係啦，冇錯啦，係啦，即係其實水往低流嘛，好呢個係好科學嘅嘢嚟嘅。變個瀑布咁樣嘅，真係旁咁樣。係啊，咁咪帶住沙泥一路就衝落去咯。所以你見到即係一條純喺個斜坡上面有一條純直線嘅行山徑，就會好容易會出現咗一啲嘅沖石坑
出嚟咯。咁呢個就咁呢個係規劃啦。可持續步道嘅。仲有其他部分嘅，譬如話你點樣去設計條行山徑啦，用乜嘢嘅材料啊，咁同埋係點樣係去建造啦，建造方式啦，點樣去維護佢啦，即係維修保養啦，同埋係教育。我想問你頭先所講，譬如話建材啊。或者係形狀啊，或者係建造方式點樣為之好啊？喺個其實我哋自己就山徑嗰個標準嚟講係啦，我哋見到譬如話好似外國咁，其實都係唔係佢哋會咁樣嘅，要分咗咧係唔同嘅levels 嘅，即係你將呢一條嘅行山徑先作為一個定位係啦。咁如果佢係一個響一個生態比較敏感或者一啲核心嘅地方咧，其實就用一啲天然嘅材料。做啲最基本嘅修建，能夠做到你預期想要嗰個功能就 OK， 就唔會做多咗嘢，然後即係令到佢好人工化咁樣，反而咁樣會破壞咗嗰個。首先 assess 下嗰個山嗰個郊野嗰個地方，佢本身個狀態係點樣？冇錯，呢個要做嘅係啦，即係你預咗其實。香港譬如話以香港為例咁，其實可能有一啲你係開放俾大眾旅遊嘅，係啦，你希望多啲人去嘅，一家大細去到，咁你可能做得比較工整少少，係啦，係無可厚非。咁當然工整嚟嘅，亦都可以選擇天然材料，令到你影幅相都靚啲啊，同埋唔好咁熱啊，因為依家你知道其實啲氣温咧都好犀利。石屎嗰啲係，如果周圍係石屎嗰啲特別曬㗎，引水道隔離嗰啲地方啊。係啊，冇錯，你依家講緊氣候行動啊嘛，其實石屎係吸熱㗎嘛本身都。咁你譬如用天然材料保留翻個泥面，能夠有一定嘅濕度，係啦，其實係真係幫你降温嘅成條路都係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其實可能去到好遠嘅，其實可能個行山嘅朋友都要1個鐘頭、2個鐘頭。仲要係個攀升好高先去到嗰個地方，咁其實用量又未必係咁高嘅話，其實就唔需要做到一條康莊大道喺嗰個山頂上面啦。咁一啲好基本好自然嘅一啲嘅修建，其實係好好。咁所以其實咧手作步道咧，佢最上乘嘅功夫咧就係整完好似冇整咁樣，係啦，就係整完就話去天然度，覺得好似天然有條路出嚟咁樣。冇錯啦，就係好多朋友仔嚇，乜唔係嗰條路？係大自然自己行出嚟嘅咩？或者係幾十年慢慢係踩出嚟。冇錯啦，咁你再慢慢仔細睇，其實唔係嘅，真係有啲人工、有啲設計、有啲功夫做過。嗱呢嚿石咪就係其實加咗上去，令到你踏腳就好啲咯咁樣。你意思就即係話人類參與設計同埋工程嘅痕跡係見唔到嘅。冇錯啦，呢個就係無痕山徑係咪啊？就係看不見的山徑咯，就係我哋本書嘅書名嘅意義咯。係啊，依家我會擠埋上去個網站度。係原來咁嘅意思。係啊，其實我哋嘅書名其實係有山徑等於冇山徑咁樣。係啦，呢個我哋係無招勝有招。冇錯啦，冇錯，呢個就係手作步道嘅最上乘嘅工藝啦。咦，我聽你咁講嘅成件事真係文化嚟喎，因為我覺得你喺裏邊有一啲美學嘅考慮啦。有啲價值觀嘅考慮咧，即係同大自然嗰個 coexistence 嘅嗰個共存嗰一樣嘢啦。咁點樣可以將個影響減到最低啊？咁樣啦。咁亦都有啲功能上嘅考慮啊，方便上嘅考慮啊，咁樣亦都係符合埋即係而家香港而家唔同嘅年代，或者係唔同嘅手作步道裏邊個功能係點樣？譬如比較多係家庭啲嘅，或者有一啲就係或者係級數高啲嘅專門啲咁樣。咁亦都有一個靚嘅考慮咯，亦都有個美學嘅考慮。美學就係點樣一個山為之係一個靚嘅，係多啲人工啊，或者少啲人工啊，或者係點？呢個我覺得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喺裏邊啦。咁最後尾亦都喺裏邊，亦都有一啲叫做可能係一啲創新嘅元素喺度，即係以前係咁樣睇，而家可能揾一個新嘅方法嚟到解決問題。你話見到蚺蛇尖有一個咁樣問題，點樣可以喺裏邊用一啲？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社會創新嘅方法。你都要改變，除咗做嘅方法之外，仲有參與人嗰個價值觀同文化，你都要慢慢改變或者教育出嚟咯。要㗎，嗱以蚺蛇尖為例，其實都問咗好多唔同地方嘅專家，其實係冇一個好嘅解決方案。因為如果你要做人工修復嘅話呢，嗰度基本上你第一件事就要控制個水嘅流。即係一路衝落嚟啦，咁你會嗰度會變咗級。咁但係其實響我諗大部分嘅香港嘅行山嘅朋友咧，都唔希望蚺蛇尖會變級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唔係一個
方案啦。咁點做咧？咁都冇辦法啦。依家就係大家希望盡量減低佢嗰個損耗嘅速度。咁要改變我哋一啲嘅行山習慣嘅，譬如話你係冇咁嘅能力上去蚺蛇尖，因為蚺蛇尖真係好斜嘅。咁有好多啲叫做行山嘅新手，其實佢就咁睇完個 IG， 然之後睇完條片，睇完條片就去㗎啦，咁樣係3倍兩手速咁樣，揈揈咁樣，好快係啦，就可能着住一對普通嘅平底嘅波鞋，跟住就高上去踭鞋我都見過。咁其實我哋呢啲咧都係透過教育，喂大家唔好啦，同埋特別係嗰啲即係有好多以前咧就係行山隊嘅嘅領隊帶大家去行山嘅，依家咧就係唔係嘅，可能係話我有多1-2年嘅行山經驗就帶其他人去咁樣或者網上攻略就當係係啦，咁我都希望呢啲嘅山界嘅小領袖咧就唔好。即係咁樣啦，因為咧好多時候一啲新手去處理唔到咧，會點做咧？咁就踩草頭啦，又踩側邊嘅草頭啦，會掹住一啲嘅植物上落啦，咁或者係坐喺度一路跣落去啦。其實呢啲對於嗰個地表個損耗，同埋對於側邊嘅小型植物嘅損耗咧係好大嘅。咁變咗你就咪越嚟越爛咯。係啊，咁呢啲咧都係要我哋係不停咁樣係去。即係真係去話俾大家聽嗰個影響係點樣，然之後透過一啲嘅教育工作係改變大家一啲嘅知識啦，即係其實增進大家嘅知識啦，同埋改變一啲嘅行山嘅習慣咁樣嘅。咁你覺得你中唔中意香港而家嘅行山嘅文化？依家香港行山文化有我自己覺得都係我自己覺得大體上都不變嘅，即係特別係行開山嘅朋友仔，我覺得係比較難去推動，就係其實係好多新朋友，即係頭先我所講一啲係將城市嘅概念係帶埋進入去郊野，其實呢個係越嚟越多，因為大家都揾到香港郊野嘅好啦，係啦其實係啦，即係越嚟越多。又平係咪先？一個基本上唔係好需要成本嘅一個活動啦，係啦。咁香港嘅郊野公園亦都係免費嘅地方啦，好似一個被發現嘅寶藏咁樣。冇錯啦，係咁有好多朋友仔即係發現咗佢嘅好，多咗人啦，多咗唔同類型嘅活動喺入邊啦。咁但係亦都欠缺咗一個嘅好有效嘅渠道。以前好歸一嘅，即係以前媒體啊嗰啲，你可能喺某一個媒體度講嘢，其實大家已經收到個信息，但係依家唔係嘅，大家收嘅資訊由唔同嘅渠道收到一啲嘅行山資訊，係啦，好多 KOL 啦，大部分嘅渠道都係一啲自發嘅媒體嘅分享咯，即係每個人都係自己嘅媒體㗎啦嘛。咁所以我哋對於呢一個點樣去令到大家都接收到一個保育嘅信息，係啦，去能夠令到呢個地方持續地保持佢嘅靚，繼續享受佢嘅好嘅呢一樣嘢咧，我哋係難嘅，即係對於嚟講，即係對於我嚟講，咁佢中間會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有好多嘅我哋叫小亂象會發生啦，例如話噪音啊，周圍去掹植物啊，攞草藥啊，係啦，即係會去，因為要去影啲紅葉，要去爬樹啊，係啦，即係會有好多啲垃圾啦，即係大家都見到，其實基本上郊野新聞其實都幾多嘅，以新聞以媒體嚟講，其實郊野新聞係非常之多嘅，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轉變嚟嘅，咁樣即係近年會越嚟越多咯，越嚟越多好誇張。凡係同郊野有關嘅人，人人都覺得自己有關啊。我覺得以前好似覺得某一啲行山嘅人先關心郊野咁樣，我覺得而家唔係。變咗種大眾都關心嘅，係全民都覺得呢一件事係同自己有關，我覺得呢個進步啦咁樣。但係壞處就係會突然間嗰個過度旅遊啊，或者過多人入去，你好似話一窩蜂咁嗰個情況，亦都會同樣咁多啦。因為人人都覺得，咦，我又想去喎，或者我有興趣咁樣。咁呢個一方面係開心，另一方面就係個憂慮咯。而你好明顯覺得，即係用翻傳統嘅教育嘅方法咧，好似一滴水喺個海裏邊咧，其實你掩蓋唔到，即係如果係會俾嗰啲喺自媒體裏邊嗰啲分享啊，或者你頭先話攻頂啊，或者係用即係損害大自然嘅方法嚟到達到自己嘅目的啊，呢一樣其實嗰個信息咧淹沒咗噶嘛。係啊，所以其實係要點樣去個社會共同建構翻一個共同嘅價值觀，就係
郊野對於香港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對於個社會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然之後由政府又去到每一個市民，甚至係外地嘅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佢都可以接收到我哋呢一個嘅共同嘅價值觀，呢個係相當之重要。係，我覺得去到呢個層面嘅咯，我覺得可能你話由郊野公園喺70年代開始，直至到而家，可能呢50年裏邊，真係曾經試過有唔同嘅功能喺裏邊啦，咁樣。咁我諗而家已經純粹唔係好似70年代嘅時候，俾香港啲青少年可以發泄佢嘅精力嘅機會咁樣，即係已經唔係咁樣噶啦，亦都唔係話香港好悶咁樣揾啲地方星期日行下啦咁樣，已經唔係咁樣。咁加咗好多商業噶啦，或者係競賽噶啦，或者係時尚噶啦，或者係網上自己媒體裏邊表演啊依類咁樣嘅嘢擠咗落去一齊嘅話，咁嗰個有關的社群呢，其實好多嘅，有非常之大同埋豐富嘅一件事咯。我覺得點樣可以發明或者係發展到一個適合呢個年代嘅香港嘅山嘅文化，我覺得係呢個時候要諗嘅嘢，幾好。最後你可唔可以介紹你覺得最靚嘅一個山景係邊個山景？即係除咗我哋即係最喺出面最多人講嗰啲咩龍脊啊咁樣之外，你覺得即係我覺得靚係邊個位你會見得到喺見到山裏邊嗰種靚嘅咧？好，個人嚟講咧，我覺得靜就係靚噶啦，依家。靜係咩意思？即係多人嘅靜啊，因為少人嘅靜。少人嘅靜係啦，所以我呢個我都係即係前幾日都係同朋友即係講開呢樣嘢，究竟香港邊個山最靚？我淨係答佢呢一句。靜就係靚啦。你覺得靜係 OK 喎？我覺得靜呢件事係 OK 喎，因為靜嘅時候，因為你人多就有聲啦，同埋人喺裏邊播音樂啦，或者喺度講嘢嘅聲係靜嘅話，變咗你係去翻一個聽嗰個 mode 咯，而唔係講嘢。香港郊野都好靚，其實度度都靚，係啦。至緊要就係大家能夠可以靜心去欣賞呢個大自然，度度都靚。好多謝今日多謝 Vivian 同我哋嘅分享。